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的节目，我是总一群阿群妹。同大家分享一句话是爱尔兰的剧作家叫做萧伯纳去讲过一句话，就是讲任何的一种爱，任何一种爱都比不过对美食的热爱真切。其实阿群妹吃到一句话亦有道理，不过我有另外一种想法，因为我知道啊。美食就是跟你爱的人一起分享，而且这个美食它本身要有爱。故说啊，今日节目当中啊，就邀请到一个当后生，还有又当优秀的屏东女仆的客家子弟哦。用嚟讲佢当强咯，因为佢当勇敢的对家嘅甜点梦，给家来分享。宥嘉，欢迎你。大家好，我是宥嘉，今天很高兴来到福气来了，跟大家分享我的做的甜点哦。最近同欢喜邀请来到节目现场哦，韩国刚刚头前有讲到，宥嘉他很勇敢的在追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宥嘉他本来应该是出现在我们这里的，你知道天师台里度，因为你头拜，你之前是我们客家电视后生体系计划的实习生，对，但是你现在突然间就是换了一个，跳脱了另外一个领域，你看带来你走红看到按奖的甜点，这些都是你做的。对，这些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这样子。从塔皮到馅料，全部都是我自己来的，这样。哇，超强的！你看一个跨领域，挑个按到转边按到某 Q 用，一张完全某 Q 用的领域，对不对？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店里面竟然都是你自己做的，七嘎州你那个甜点差不多有几道用。我们的甜点其实蛮多的，但是固定的就像现在看到的蓝莓派，然后还有柠檬塔跟布朗尼，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就是还有那个棒蛋糕，然后还有一些婚礼小物啊，跟喜饼、跟蜜月蛋糕，这些都是我现在在做的客制化的东西。哇，邱美丽她发明红看到这是马卡龙，你们也有做马卡龙？对，马卡龙是有。季节限定，对，或者是节日这样子。特别的节日才会有。那你刚刚说固定会有的是，你头前要这样蓝莓派，对不对？对，蓝莓派。蓝莓派，因为其实我第一不会看到蓝莓派，大部分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塔皮，然后上面是卡士达酱，是上面再放几个蓝莓。对，可是。你的我刚刚一看到我就想说，奇怪，这上面那一圈蓝蓝的是什么东西呀？这个是其实是意式蛋白霜，它应该是白色的，外面有些人会把它用蛋白霜来装饰，但是我想说，如果只吃到甜甜的蛋白霜，这样好像少了点什么，我就把蓝莓酱也是我们自己煮的。煮好了，然后就把它加进去这里面，让它感觉蓝色泡泡的感觉。这个蓝色很梦幻呢。对啊，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蓝色，而且它就是蓝莓本身的颜色，对不对？对，没错。那我吃吃看。好啊，好啊。我们里面的蓝莓果酱都是现熬的，我们没有煮起来放。好好吃哦！谢谢。超好吃的，而且我们的卡士达酱，不会懂甜。因为外面的卡士达酱很多，其实都是偏甜的。对，而且我觉得它会有很明显的香草精的味道，外面的很多都有，对不对？对，没错。你们家的卡士达酱大致上就是放的东西其实是多天然，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其实就是用最原始它应该有的原料，就是牛奶跟鸡蛋跟一点点的面粉，就这样而已哦。还有一些糖，有些人会加什么玉米粉啊，让它的一些。口感上更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就已经可以呈现出它的美味了。对，这就是亚瑟的东西，给轻笨但最原始的样子，对不对？那你刚刚讲说婚礼小物，所以婚礼小物大概有哪一些的产品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那时候接的婚礼小物有杯子蛋糕。然后就是上面有可爱的装饰，包括马卡龙，然后还有那个棒棒糖，它也是蛋白霜的一种，只是它吃起来像棉花糖一样脆脆的，但是入口即化。可是它是彩虹的颜色，对，没错，好漂亮哦。这是一个，就是当初跟新娘子在讨论的时候，她有告诉我她想要什么样的颜色去配色，所以我就依照新娘子的要求，然后来做一点讨论跟微调这样子。真的，我看到亚哈有懂你啊，可能还有赏你，他们自己创业，他们很多人都会走这个婚礼小物的路线，因为它的东西可以做的比较稍微不用那么的复杂，但是它却心意满满，对，然后很漂亮。
对不对？所以像我刚刚看到Yugaki 周的东西没 Q 用，给这彩虹颜色的棒棒糖、冻浆，对不对？那除了婚礼小物之外，听说你们也有在加政府的订单，对不对？对，因为我最近去参加了那个青年学院，就是一个政府的计划这样子，然后就是认识了我们的现在执行长，然后执行长对我们很好，他就只要有政府有会议啊，有研讨会，就会想说邀请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甜点这样子。哇，我说听说会周到懂后生，当初在你看连政府都让你推荐，本太家了吃生困难有会议什么的就跟你订，对不对？对。然后其实你们家的产品非常非常多，那现在在我眼前面有看到亚扎是很可爱的，叫做柠檬塔，对不对？对，比较小一点。小小，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店后有雷梦周的东西有几道红吗？我们做的柠檬的东西还蛮多的，像是柠檬塔，还有那个老奶奶柠檬蛋糕啊，好吃。对，然后还有棒蛋糕也是柠檬的，然后饼干也做了2种柠檬口味的这样。哇，故说两个东西懂到就黑雷梦，一个雷梦听说会懂好食，故说阿 Q 们也他就来试看呐，这个柠檬塔，酸溜溜的，真的很酸吗？有些爱吃酸的人就会觉得这刚刚好。他想看雅迪露的那个馅料，这个馅料跟你知道的那种塔的馅料是不一样的。太好吃说不出话来了吗？太土生嘞，有一下感动。你里面的馅料是没有加面粉的，对不对？对，然后也没有加外面的吉利丁。有些人会因为他想要凝固嘛，所以就加了一些吉利丁。吉利丁是动物胶，它是鱼胶的一种。对。然后我们就想说，用最天然的方式去呈现柠檬塔这样。而且它那个没有凝固，它怎么就是你没有加任何的粉啊？它为什么可以呈现出这样子的样子，不会流来流去？因为蛋其实本身煮过它就会有凝固嘛，你只要不要煮到熟，这样子就可以了。对，韩国做马干也刚好会感动，因为你们的皮其实不是像外面加那么多的油脂，它不是非常非常湿润的那一种，但是它的口感却跟外面的某 Q 一样。做马干你个塔皮有耐的同。我们塔皮比较都是自己手工做的，所以我是追求那个手感啦，所以从塔皮都是自己做的。然后有些人他们会买那种现成的塔皮。对，有那很多烘焙材料店都有在卖，什么一片10块啊，对不对？对啊，这个比较方便，因为省时间。但是我觉得那个吃起来的口感就没有很好，因为它毕竟是冷冻过的，而且是机器做的，跟这种纯手工做的也会有差，不一样。而且外面的塔皮它不会有这样一层一层的口感，它的是像是饼干碎凝结起来的那一种，对不对？对。可是你这种是一层一层的。姑嫂，这里沟通他要讲一下，两个柠檬的产品暗豆，那你用的柠檬其实也是在地的柠檬，对，没错，因为我们女仆 A 就是特产就是柠檬，我们那边算是一个很大的产地，然后除了大农民以外，还有一些小农会在自己家里面有个田，然后就开始种柠檬这样子，然后想说，结果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就遇到柠檬崩盘。对，那时候柠檬就过剩啊，都卖不出去，所以价格就很低。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如果可以帮助他们的话，所以我就想说，多做一点有关柠檬的甜点。对。因为可能很多大盘就是大量种雷梦的农民，他们可能价格都已经掉下来了，对，给小农给喊他们施工，对不对？所以他们可能那一阵子都会过得很辛苦，对。但是你就用懂得拆贴雷梦，然后也帮助在地的小农，而且其实小农给他的会种的反应呀的，是不是比较好掌握？就是你比较好知道说他种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天然，对，我采用的柠檬都是无毒，没有撒农药的，然后我都是跟亚公阿婆聊天，然后聊天发现，其实他们家柠檬真的是很天然，都没有撒农药的，这样子才跟他们去接洽这样子。我觉得做甜点啊，
雷梦中唔得撒农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甜点都会把雷梦的皮然后给修了皮，对不对？就像这个柠檬塔上面也会有柠檬皮，一点点绿绿的柠檬皮的皮屑，它南腔都在博雅甜点增加很多柠檬的香气，因为那个柠檬的精油都在皮上面。是，而且如果要雷梦黑无毒种植的话，这个皮就都在吃到等对，没错。对，可能外面人家在挤柠檬汁就吃到，有农药跟某熊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用皮呀，所以还好。可是其实做甜点，皮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姑说啊，我觉得佑家真的很用心，其上然后后生的东西、孔天的东西，本太家来分享，所以尽量都是找这种最安全的，对不对？所以你应该也是用就是做自己吃的概念来做给大家。没错，当初就只是想要做给家人吃，然后是后来觉得其实越做越有兴趣，然后想说，既然那时候刚好遇到食安问题，对，所以想说就以最天然、最健康的东西去呈现这样子。真嘅，大家都頭先係有看到吼，當到好食嘅東西，全部見到後來水就會流出來。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來同大家講韓卡到佑家去做甜點的故事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今日節目地度啊，愛同大家分享嘅係屏東內埔嘅一棟優秀嘅一個客家子弟哦，佢開一間甜點工作室，按到燕行工作室，佢係佑家來同大家來分享。剛才有講到吼，有藍莓派，還有檸檬塔，然後是一啲東西都是你很用心，同用心做嘅，想愛用那種同福卡人分享的感覺，再來擴大到跟就是對消費者來分享。故事我會同大家講一件事情，他們家的甜點是強調蛋奶素的素食，對不對？可是因為既然已經有蛋了，我們先撇除那個不吃蛋的素食，就是已經有蛋了。通常一般 Noboy 甜點不就是蛋跟奶嗎？應該也不太會有肉類。為什麼你要特別強調素食？因為他們其實都會像剛剛我們有提到那個吉利丁的部分，對，因為像我有一次去外面的甜點店，它很知名，我好想吃，就去那邊我只有2樣甜點可以吃，因為他們檸檬塔、巧克力塔，他們為了要讓它凝固，所以就加了吉利丁，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辦法。明膠吉利丁就是一片嘛，透明像塑膠片，泡到水裡會融化，可以用來做果凍的那種吉利丁。哦，難怪，因為東東飲食仔，你就會講，我做我們的是吉利丁，他吃別的洋菜啊，或者是什麼吉利 T， 是不是？對，就取代這個的。對，另外一種，所以難怪你們家的上面剛剛講檸檬塔，它是沒有另外再多一層油油亮亮的東西。對，那些其實油油亮，它只是。都是那些動物膠比較多，對，然後它只是讓它感覺有比較吸引人，但是它其實對於口感上沒有什麼差別。可是我其實愛點都唔好那種油油亮亮的，因為它其實有時候你知道吃的時候，豆豆都會在水果上面嘛，對，水果上面讓它看起來很有光澤，那你可能一咬下來，你就一層皮這樣掉起來，然後我就覺得對啊，其實它有時候會影響口感，我想說那乾脆都不要用。對，所以你們強調素食，那也是因為你們家從小就對，我是從小就吃素，然後家人也全部都吃素，所以就習慣性的就一直吃素到現在，所以才想說是否自己在做甜點的時候也是。就像我一樣，去到甜點店沒有東西可以吃，有點難過，所以想說，那我之後已經不是難過，全部都要蛋奶素，真的。所以你們是強調營養不考，全部都是蛋奶素。好，那我現在就要來吃阿奎莫奶，青好色的一種東西，因為吃到黑巧克力做的，我全部就懂好色。韓國就黑布朗尼，這就是布朗尼嘛。對。然後布朗尼愛糖貢有一張，算是。它的由來算是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對，它是因為給二周巧克力蛋糕，但是它是不是忘了加到什麼東西？我聽到的那個版本是，因為版本蠻多的。對，就是一個老奶奶，然後給二周布朗尼的，她做巧克力蛋糕，然後結果她忘了加發粉，就是讓它不會蓬鬆。對，然後它就變成是一種很扎實，但是巧克力味道非常非常濃烈的蛋糕。好，我送給你，還有歐蕾斯科娜。好。
我们家的那个布朗尼吃起来比较湿润一点，不会像外面的比较干。对，外面的是比较干，然后它也是很扎实，可是它的扎实里面是有湿润的口感。阿 Q 们里面会做布朗尼，但是我做的布朗尼就比较硬一点，你知道，有一点像就是没有发的那种感觉，就里面就很太扎实了。为什么你的可以这么的湿润？因为又没有加发粉，对不对？对，我也没有加发粉这样。中马干粥得这么好吃，它里面我是用内埔在地的巧克力去做的，所以它的口感会跟一般市面上的巧克力有点不一样。对，因为那不你可能做巧克力蛋糕，像阿 Q 们也好，有讲我的例子，我做巧克力蛋糕，我就是去那个什么食品材料行去买它现买那个一大片，韩国又这么的很贵，你知道上班族没有很有钱，那个巧克力这么大片才可能200块，对，那么厚，那就是纯粹为了做这些东西用的。但是这个巧克力你公司拆发，你车家按你拿起来吃是不好吃的。它就是可能要做甜点去做一些调味，它才会变得好吃。对，那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内埔屏东的巧克力跟外面食品材料行卖的巧克力口感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内埔最近在推行巧克力，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那边大概会有3、4家自己出来创业的小农了。然后因为像其实外面市面上甜点店他们都会用进口的，就是可能国外的巧克力。对。然后我想说要做巧克力的话，就要跟别人做不一样的。然后刚好家乡又有巧克力，所以就想说好，那我来试试看这样子。殊不知它吃起来的味道跟一般外面进口来的巧克力的口感会不一样，光是它的香气就跟外面的那个巧克力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说，这样子它的独特性就会被呈现出来。所以想说好，那就是使用在地食材这样子。顾总，你刚刚跟我的香气，我觉得不单只是以巧克力本单的香味，我觉得还有它果实的那种水果的那种香味，对不对？果酸味。所以因为台湾种的东西，我们都是因为地小，对，所以我们都是很走精品化的农业，所以你种出来的东西品质很好。那你这样用就是在地的内埔的巧克力来做布朗尼，会不会觉得很伤本？有一点，因为其实一开始有点下不了手，然后后来觉得，如果要做出特色的话，就是还是要个努力一下。对，真挺呢，因为做布朗尼要这么浓郁的口感，其实要用很大量的巧克力，对不对？而且其实你要找到一个好跟你配合的农民，是不是？其实也要跟他对，因为我一开始跟大间的内埔比较大间的巧克力厂商去跟他们洽谈的时候，他们因为刚创业的初期，他们觉得也是小咖就不想理我，对，然后后来就是刚好看到这间，他们也是小农，也是刚刚创业，所以可能因为他们也是算是年轻人了啦，然后我们想说好，那就一起成长这样子。好棒哦！所以南腔你是都做人都家乡，然后还跟在地的，你看雷梦梅黑在地的小农，对，巧克力也是在地的小农，富雄了给哈，对，然后大家把好的东西做出更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就是一种互利的感觉，对，是互利的感觉。跟人家的受 UA 巧克力的产品都是跟屏东的小农来合作吗？没有，像我们棒蛋糕里面也有巧克力豆，那个我们就是水滴型的。对，水滴型的那种耐热烤的，那种我们就没有跟小农去接洽，因为他们其实小农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他们坚持的东西、坚持的产品，所以他们也没有做出耐高温烤的那种水滴型的巧克力。像这种就必须，我还是想要呈现口感的话，就要回到那个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食品原料行这样子。勾给一滴滴类啦，算是调味，然后它也是很经典的一种甜点。对，好，还有跟它生类懂得甜的东西，呀，它二来是含没有，你们也有做咸派，对，而且这个咸派是纯素的，对不对？就是里面就是蛋奶素，然后里面有什么东西？里面是菇类，这个是田园野菇咸派，里面有3种菇类，有杏鲍菇，对，蘑菇，杏鲍菇。还有一种吃不出来，它是袖珍菇。袖珍菇，对，就这3种。然后菇类很健康，对不对？对，它其实有它的营养成分在。而且我觉得蘑菇跟奶油跟 cheese 的味道很搭，对不对？好好吃哦，这好适合当早餐哦。可以啊。东后生
韩国这个皮也是一样，是你自己做的？对，自己做的。那你们咸派除了田园野菇之外，还有其他的口味吗？我们最近研发了一款是红酱马铃薯。红酱马铃薯，对，我们的红酱也都是自己熬的。对，然后就比较浓郁，不会像这个比较清新一点点。这个也很好吃，咸派真的好好吃哦。姑说亚的东西，你们也做了甜的，也做了咸的，那都是走甜点类吗？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附加的产品？目前都是以甜点为主啦，但是我们前阵子有去参加餐会，那时候就有，因为餐会毕竟要有一些咸食，除了咸派以外，所以我们那时候会跟朋友合作，就是三明治那种餐会一口那种三明治这样。不手就会懂会做出题，会做甜的以外，咸妹妹会做啦，很厉害就对了。不过其实啦，一个是有讲到，其实佑嘉你。本身也不是念就是食品相关的科系，对你本身就是念传播科系的，对。然后实习的时间没到哈嘎天师团来做实习生，然后在什么时候让你有想要转换跑道的这个想法？因为你是大4的时候来课台实习，你知道大4已经要出来工作了哦，然后来实习了，就是已经看好说，我以后可能就要走到这个圈子了。是。你刚用完一嗨，怎么就变成去做甜点？我一开始真的觉得，我想要在哈嘎天师腿工作，然后后来就是刚好大4的时候，就课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想说，那就找点事来做，就买了一台烤箱回来碰，然后殊不知就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引发出我的兴趣，对，所以就想说，那就做了很多工作之后，还是觉得我喜欢这个，所以最后还是想说，好，那就自己来努力看看这样。其实我觉得亚件事情会发动都会很大的勇气，因为你笨蛋，你看你7年了，大学念4年，发现按多钱，念了4年，但是你说放就要放掉你本来可能凶的东西，因为现在大学其实很多小朋友、很多学生都是照着自己的心走。我大学想要念什么相关科系，我未来就是想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跟 Yuga 它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等一下再用同大家的分享，为什么佑嘉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好，分享大家真的福起來嘅節目，我係總一群阿群妹。節目底度嘅每日有請到佑嘉來同大家分享家嘅甜點工作室，雁行工作室。剛好有講到吼，其實佑嘉幾4年來啊，就是你知道念了傳播科系，那也實習了，但是一嗨，怎麼突然間你知道像被一場夢一樣，那些事情都不見了，沒有不見了，還累積在心裡。但是你現在走的是完全某 Q 用的一條路，是什麼？一個關鍵的點，不你真的下定決心說，俺想要換一個跑道，去面對一個你未知的，你只是很有興趣，但是卻沒有把握自己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對，我這樣說應該沒有錯吧？你真的說到我心坎裡，因為其實比起別人，我真的是完全不懂，然後就跳進去了。那時候就是做了很多工作嘛，最後決定回屏東工作的時候。然後就想說，再把這些東西做給家人吃，然後家人他們吃完之後覺得，好特別，因為它其實鄉下甜點部分會比較少，比較少見，所以那時候他們每次一樣就覺得哇，好神奇哦，這樣子。然後後來也是家人一直 push 我說，你要不要試試看啊？就是既然那麼好吃，就來賣賣看這樣子。然後那時候我想說，好，那反正那時候只是純粹想說當副業，就是自己有一個正職之後，想做的時候就去賣這樣子，然後結果就是家人也一直在支持啊，就轉變成現在這樣子，就是專心在做甜點這樣。懂甜點感知道兩個不卡你，因為像我也會做東西給我家人吃，不過可能愛做某嘛該後生。我爸爸都說你確定你要開店嗎？你確定嗎？你這樣開得成嗎？我家人是還蠻支持我的，對，他們就會一直給我很多的意見啊。還有一些方法，對，像那時候當初宅配的時候，真的會遇到很多問題，就是宅配過去給客人的時候，怎麼完全長得不一樣的時候，因為歪掉了，運送過程可能有扣豆啊，對對對，對不對？像這些東西，但是我家人跟我一起在討論啊，然後怎麼樣保護它這樣子啦，對，家人都對我很好。
好感人哦。所以你回到家里又坐在同福康影 Q 哈，对不对？然后就在家里，所以你是在家里开工作室，还是说家里附近？在家里，我就是在家里做。我一开始只是在家里的小厨房，对，然后后来演变成，因为我们家本身是做生意的，演变成就是我爸爸从店面一小区块让给我这样子，就跑到外面做甜点这样子。所以其实不卡你真你这种支持，你第一步卡就做对，可能其实在家里有家里的支持，就是真的没有这么有压力。对，因为如果家人又反对的话，其实那个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 up 力啦，单枪是这个开店的部分它解决了，就是它有一个工作室，你家里就得提供你工作室。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点是，你要怎么做？用给周当周的冲 ，Noble 空用，对，这么的专业，这么的能够受欢迎，而且从头到尾还气嘎好哎。对，其实。在学甜点的过程中，其实心里的挫折感蛮大的，因为曾经有做过像之前刚刚提到的马卡龙，我马卡龙我原本想说好，我就是要自学，然后把它学起来，殊不知我做了好几百盘都还是失败，然后我就觉得算了，我还是去求名师好了，然后我就是上网找一些课程，然后去学习。因为我相信，像我身边有一些就本身就是学这一块的，所以他们之后接触到的东西会比较省时间去摸索这些东西，因为会有老师教导他嘛，所以就是他们省了很多时间，然后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不断的尝试失败这样子。我可以理解，因为像你可能七个周的时间，第一个你材料你要选什么材料，它一样说。低筋面粉，但是粉真的你差很多，不同的来源做出来全部某空哟。对，你一开始可能就做一个勉强成功，但是到好吃还有很大一段的距离。对，没错。大烘大铺就爱懂生意去做，然后你又是自己学，那你从开始大4开始摸甜点嘛，对，都真饮有在开始贩卖，这中间大概经过多长时间？其实我算是边学边做啦，所以其实我当初大概只做了自己一开始就只有柠檬塔，我一开始就卖柠檬塔，所以我柠檬塔准备了3个月就卖了，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大胆，就敢这样子做这样。对啊，我觉得很棒，就是需要一点胆识，就这样做出去，有点冲劲的感觉。对，因为很多人就会不敢踏出下一步，对不对？那你一开始卖柠檬塔是网络行销的方式？对，之前都是，其实已经做1年了，这1年全部都是网络销售的方式，在工作室本身是没有贩售的，因为我是人家下订单我在做，这样就能确保新鲜现做，我就没有。第一，对我来说没有囤货的压力，卖不完的。第二，客人也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我是早上做，下午宅配，人家隔天就收到了。对，故事很及时，而且他们也可以跟不同的人分享，因为可能屏东这个地方真的，一般人不是这么的会常去屏东。不过，嘎斯公有庙路会发，他有就都得很快速的，而且很方便的就可以订到订单，然后看不管寄到自己家里，还是寄到办公室跟同事分享，还是送给朋友，全部就都得。故事一开始是网络行销的概念，但是后来开了工作室，而且这间工作室的名字我知道懂 TP。给很多雁行，你知道有点文青，没嘛个意思。其实雁行它出自于雁行理论，它是一个在国外研发出来的一个理论，它的意思是说，就是当一群野雁要南飞的时候。他们是一群燕子一起飞，其中一个当头，但是累了的时候会换另外一只野雁来当头，就是那种轮流休息的概念，这样子才可以飞更远。然后我心里想说，虽然是我自己一个人创业，但是我相信我背后一定很多人在支持我，即使我累了，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等充完电之后就会回到轨道上。所以我想说，好，这个名字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我觉得我希望有更多有梦的人跟我一起去追梦，即使你跟我做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可是你有梦想，你就去完成它。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用雁行这个名字当我的店名，这样子。真的，我觉得这一群雁里面啊，有佑家的爸妈，还有这个可可的小农，对，柠檬的小农，对，其实大家都在
这一对雁群里面，对，大家都在这里，可是轮流的领航，是，然后让屏东内埔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它好像是农村，但是它其实有它的特色跟活化，对不对？好，那雁行工作室的开设，其实不但你可以上欧洲没有入围航线，对，但是后来有这个雁行工作室的出现，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从网络到实体店面，就是有工作室这个来成立吗？哦，这刚好是一个机缘啦。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说要另外去家里以外的店去设一个店面，因为我觉得自己家里就有一个现成的店面，就好好运用那个房租，对不对？然后就想说，就是不要再出去，因为其实我在那个空间已经花了很多心思在装潢上面，然后想说就这样就好了。可是那时候刚好政府推行了一个青年返乡创业，然后一开始没有很大的兴趣，然后可是身边人一直都在跟我说，有这个计划，你要不要去听听看？他之后有说明会啊，干嘛的？然后我想说，哦，好吧，那么多人跟我讲哦，我就去听听看好了。然后在听的过程中呢，又遇到2个朋友，他们也想要创业，所以我们决定3个人一起合力的去甄选看看。他们也想要做跟你一样的吗？就是一样都是甜点店吗？没有，我们现在结合了轻食跟咖啡，所以一个人负责轻食，一个人负责咖啡，然后我负责甜点这样。哇，好棒哦！所以你们就等于说屏东他们有一个这个青年的计划，是提供你们是上课的机会吗？还是说就是提供你们开店的空间？他们其实算是一个学院，他一开始是提供你上课。像是一些名人讲座，分享他的经验这样，然后你就去上课。然后是他们政府今年提供了一个新创聚落，它是以政府的一个闲置空间，把它拿出来，用53个货柜屋把它叠成的一个聚落。然后里面他第一阶段，他甄选了20位想要创业的青年，然后进驻在里面。然后我们就是很幸运的，就是其中那一位创业家这样子，对。所以它是不需要房租，不需要店租。对，因为政府他提出来的优惠就是第1年的时候免租金，这样子对我们创业家来说省了很大的那个负担。所以我们想说好，反正就1年，因为签约是1年1年的，我们想说好1年就去试试看，即使失败了，心理压力可能也没那么大，因为房租其实它还蛮重的，虽然在屏东，它房租还是有点贵，因为店租就是要吸收的成本，因为不能带不是啊，但是后来要了就觉得有多很多的那个负担的感觉。不过今天1咪咪的时间，一滴滴的时间，跟熊威强佑家鼓励大家想要创业的，包括我好了，想要创业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需要什么样的动力。我觉得其实你自己知道你心里那个梦想是什么，它很明确的话，你就要想尽办法去做看，因为你不做，你怎么知道你到底适不适合，能不能做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只要你自己知道你心中的目标是什么，就去做看。即使失败了没关系，我们现在还年轻，所以还有机会重来。不要到以后再来想说啊，我以前没有做这个事，会很遗憾跟后悔。好感动啊！全部糖豆就会给我直接hon哎，他们主持人先去做甜点了哈。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佑嘉，谢谢你今天来同大家分享两个甜点，还有分享两个故事，韩国部阿全部也鼓励，每什么讲俾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等下甜点欣赏嚟做运动。